各位兄弟姊妹平安。这是礼拜 TV 开始，请手机啊关机，备百姓来敬拜。来啊，咱着恭敬敬拜伊，咱着跪拜创造咱的上帝，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母佑的羊群，是伊照顾的子民。请咱做伙来吟诗，献诗第307首，献诗第307首，长圣神伫我的心。请咱起立来敬拜咱的上帝，来吟全首。长成神伫我的心，我要学落主，亲像早时代必红。长成神伫我的心，我要学落主，亲像早时代必红。我要学落主，我要学落主，亲像早时代必红。我要长成神伫我的心，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必红。长成神伫我的心，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必红。我要感谢主，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必红。我要感谢主，我要感谢主，亲像早
是大美好。当诚心伫我的心，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大美好。当诚心伫我的心，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大美好。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大美好。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大美好。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你满有仁爱甲怜悯，因为你的疼叹，互阮遮个原本有罪的人，通过耶稣的救恩来替赎阮的罪，互阮成做你的子民，你的囝儿。我何等感谢你极大的恩典，因为阮的性命属你，阮愿意遵守主你一切的命令，互阮的嘴时常发出感恩和乐的话。你讲一个水泉袂通发出苦的水甲甜的水，所以求主保守我的心甲喙，互我所做的袂使造就别人甲家己。也恳求主的信心甲无私之地，互阮听无私的分享时，显出信心内心的打开咱。也求主帮助阮的耳骹，互主来拍开；互阮的心，互主来拍开。阮愿意不过就单单的听道理。阮看家己来提起家己的十字架来对着耶稣，只是阮要用主你家是阮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的地，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你成，伫地呢亲像伫天呢。我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我的人，无你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荣光归献俾上帝，荣光献给圣心三一上帝，在地天在。64篇，也就是《雅各书》第1篇。我来摕请兄弟来念。亲爱的兄弟姊妹，毋通受欺骗。一切美好的赏赐，甲一切完全的恩赐，是对天顶光明的源头所赐。伊无改变，嘛无天顶长势阴晴的影。伊照家己的旨意，用真理的道来做咱。互咱伫受造的万物中有上重要的地位。亲爱的兄弟姊妹，要知，逐个人着急要听，毋通急要讲，毋通急要受气。这声，因为人的受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要输记一切垃圾习惯甲灌满的邪恶。就用温柔的心接纳迄个种伫恁心内会当救恁的道理。要实行道理，毋通骗家己，讲简单听道理就好。简单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拄亲像人照镜看家己生做啥款，家己详细看了后一个离开。随时袂记得家己生做啥款。毋过有地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完整的律法，阁有地坚固坚守的人。伊的所做一定会得到上帝的祝福，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毋是听了就袂记得。若有人想讲家己真虔诚，
毋过无控制家己的喙舌，是伫欺骗家己，这人的敬虔拢无路用，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搁保守家己无染着世俗的腐败，对白俗的看起来。这才是纯全无缺点的敬虔。即是来读圣经，伫马太福音第20章第15节到28节。我来读。耶稣叫因来，向因讲：恁知外邦人有统治者，伫下因管辖，有领袖伫下因支配。你中间就毋应该安尼。恁中间爱最大的，着做你的财用；爱做第二个，着做你的仆人。拄亲像人主来，毋是互人服侍，反倒是要下人服侍，甚至牺牲家己的性命来赎回真济人。愿上帝祝福听听伊的话人，国去行的人。只是小心传客，要带咱来学乐上帝，因为因的诗歌是认识你真好。水的歌声，真做香香的坐，达到上帝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恩。今仔日正道的是本堂林孝新牧师，伊要分享的题目是“菩萨的路”第3讲，将时间交予牧师。各位这边，感谢咱的青少年堂客带咱来敬拜上帝。伊伫个诗歌内面讲，认捌上帝真好，佮迄个真好，内底是充满了，因为对伫上帝的迄个创造以及看见即个大自然来伫遐来看见上帝伊的迄个奇妙，甲伊的所做，咱也要透过伫咱的生活中咱主伊的安尼业力。要来帮助咱，互咱会通搁较认捌伊，
透过咱对主安尼一点仔一滴的迄个人物，会通互咱安尼，若搁较人物主，也会通搁较侪来经验咱的主。咱这是咱同心来祈祷。稳定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伫主你圣的主你，主你搁一甲呼召阮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主圣神帮助阮，互阮真正会通主神伫主你，互阮伫阮安尼伫一礼拜的过程内面，检测阮有侪安尼细项或者的颠判，但即时阮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主帮助阮。互阮无搁再受到遮个世俗或者个颠判，搁毋若是安尼，会晓将遮世上所有一切颠判，摕来到伫主你的面前交托互主，主你家己亲自来承担来帮衬，互阮会通伫阮的交托的内面，搁一摆看见主你的作为，主你大能的圣手亲自来引带带领保守。互阮每一个人会通安尼伫阮的生活中，搁较侪来经验主你的丰富，甲你的引带带领，互阮会通来人来见证主你大的作为。安尼恳求祈祷，靠主基督圣名。咱伫安尼已经讲过即个服侍的路，今仔日要讲到即个第3讲。咱伫咧顶一片，咱有讲起到着即个服侍的路内面有即个叫做灵物命事神。伫咧即个灵甲物是一个真要紧的开始，是要选择瓦靠圣神，咱无搁再瓦靠着圣神，迄个瓦靠无搁再瓦靠家己，是照着上帝的心意，毋是照着咱家己的意思。伫咧咱的服侍的即个道路顶面安尼，若要有法度，安尼会通安尼讲持守，会用安尼较久长，安尼咱必须爱进入伫咧迄个即个命的即个阶段，也就是讲咱会通安尼经历迄个生命的改变。如果咱的信仰，咱的即个服侍顶面，若无经验着迄个生命的改变，安尼迄款的生命，安尼无法度来。互咱的生命哪来哪坚固，哪来哪勇壮。所以咱必须要经历这个生命的改变，互咱会通活亲像主耶稣同款，像互耶稣成做咱的这个模范，才有法度安尼带来迄个影响力，互人看见咱的生命就认出咱是跟对主的。我毋知影讲，咱伫咱的过去，咱的生命内面。咱的生活中，咱无甲人讲咱是基督徒，人有法度认出咱是基督徒啊无？这是一个真好的对应的记号。当人若看见咱的安尼，咱的所行所做，人会伫遐问讲：你是基督徒吗？安尼时阵，咱就是已经活出迄个主的香味，也互咱真正会通安尼。活出讲，互人看见咱所活出来讲我要甲伊共款。所以咱会通看见即个灵物命非常的重要。搁过来，咱伫咧耶稣伊伫咧十字架顶伊用着伊的性命活互咱看，搁哪伊死互咱看。耶稣伊咧搁活了后，迄个使徒安尼就安尼，甲着遮其他遮耶稣的门徒，因就用迄个。安尼，因互耶稣的迄个生命影响的遮人，因就伫咧迄中继续来伫遐来安尼效法耶稣的即个模范。因就伫遐，甚至因愿意来安尼，咱讲因怎来安尼摆上因家己的生命，伫遐安尼为着主的缘故，来伫遐即个连家己的生命就无顾，所以恳求主圣神帮助咱，光照咱。互咱嘛愿意来效法主耶稣的模样，诚做迄个活互别人看，甚至死互别人看的迄款安尼属灵的战友。迄款的，咱讲死互人看是迄种讲，我就是算我安尼到死，我嘛共款要安尼
活出迄款主耶稣的迄款的性命，迄款的香味，互人来跟对。咱要怎样来去伫这中间来去衡量咱家己是毋是真正有选择迄个活出一个迄种看无家己迄款咱的性命？迄个一个真要紧就是，咱要怎样知影讲咱真正是看无家己，会晓看讲咱是毋是咱所活出来的迄款性命是有满满的迄个喜乐。那甲着迄个咱伫咧安尼，咱的活的迄个过程内面，咱所活出来迄个性命是安尼一点一滴，安尼渐渐活出迄个耶稣的香味，迄种安尼看无家己是为着耶稣，为着别人，无为着家己。就咱要有满满的喜乐，咱伫咧每一工我靠着圣神，咱伫遐安尼每一遍安尼伫咱讲反复伫遐选择迄个正确，会伫咱所看、所听、所想、所讲，较说咱所行的每一项代志顶面，咱拢选择每一届选择拢是选择看无家己，为耶稣、为别人，无为家己。就咱落尾手，咱有法度真正活出迄种无家己的迄款的性命，就咱要活出主耶稣的迄个国活的迄个性命。迄款咱的性命，就是迄种叫做死互你看的迄款的性命。就是咱迄个中间，咱无搁再干那伫遐想着咱家己，咱若是咱所行所做，咱所看所有一切，拢总是为着耶稣的缘故，为着耶稣要为着互别人会通得到利益。无为着家己的利益。煞只咱要来分享的是，安尼伫咧即个服侍道路的即个5个阶段内面，一个进一步就是靠伫即个服侍的即个坎站，即个民灵物命事神的即个事，是咧讲到的是迄个服侍，就是咱安尼徛伫耶稣的面前，要互耶稣来做王。咱无搁咱伫咱的性命内面，咱无搁再是咱来做王，是要互耶稣来伫咱的性命内面掌权做王。咱用着咱的灵，咱的迄个悟性，甲着咱的用着性命来去影响性命来服侍。就咱的迄个灵物命是神的即个灵物命的即个目的，就是要为着要来服侍。伫咧中间，咱会通看见。迄个灵物命，伊所带来迄个咱个人的迄个性命、迄个改变、甲迄个成长，要互咱会通有咱讲真有效的迄款的服侍。但是只有敢若咱如果咱若只有敢若我靠圣神，搁着咱有迄个安尼对上帝话有迄个晓悟，搁咱也用着性命来迄个安尼去影响人。如果咱若无迄个服侍，互耶稣伫咱的性命内面做王，咱迄个个人的迄个性命、迄个改变甲成长，就无真大的迄款安尼的价值。迄种无迄种迄个服侍迄个性命，就较亲像咱像咱伫遐只有安尼入去。但是却无有出来，就较亲像咱食饭，咱有食入去咱的身躯内面，但是咱却无经过消化了，才来放出来。伫遐不断伫遐来吸收，却无迄种咱讲无迄种咱讲施舍，只有吸收，没有施舍。到落尾手，咱会发现，如果咱若只有食物件有入去无出来，安尼会发生啥物代志？人会破病，甚至到落尾手。甚至面对死亡，所以迄个事是咱性命的一个真要紧的需要，也是要互迄个咱伫咧即个灵、迄个圣神的即个咱讲引带，甲着迄个互咱对上帝话语的迄款的会晓悟，甲着咱有法度来迄个性命去影响着性命，会通搁较透过咱的服侍会通。搁较拿来拿亲，迄个灵悟命甲即个事，即个安尼服侍就它亲像是有进有出，迄款安尼一个循环，是要互咱的性命伫迄个中间不断伫遐来成长。迄个灵悟命
若是干那预备咱个人的性命，佮必须要应用伫咱的服侍内面。服侍中若减少了即个咱的头前的即个人物命即几项的任何一项，伊就无完整。都无法度，互耶稣伫咱的所做的服侍，伫迄中间来作用，佮互耶稣会通伫咱所行所做的顶面来得到荣耀。咱伫咧咱进前咱的分享内面，咱有讲起着迄个灵的服侍检采上帝话上安尼非常的丰富。咱伫迄个中间无法度去，却无法度去。迄个灵的，迄个上帝话真丰富，咱却无法度安尼体会，甚至讲进入圣神丰盛迄个自由的迄款安尼的性命。安尼，即款的人，伊的迄个伊所咧服侍的迄个性命，去影响着性命的部分，伊是咧倚靠家己。如果伊若无有圣神的迄个服侍，靠着家己，伊靠着足侪的方法。伊落尾手，伊的服侍顶面会有满满的迄款的压力。如果咱若伫咧服侍过程，咱欠缺着即个晓悟即个迄款安尼的服侍，咱无有迄个上帝话诚做咱的迄个支持，圣神的工作真火力，却无有上帝话，咱无法度，咱讲无法度扎根。咱就有法度，咱会因为安尼的缘故，抵到咱的迄个服侍会随风飘逝。咱会伫迄中间，因为咱无上帝话诚出迄个倚靠，甲迄个咱讲切据，抵到咱伫迄中间，有当时甚至咱会做的迄款安尼犹豫等等遮的。抵到咱的迄款迄个性命去影响着性命，有当时咱伫咧，咱要去咱伫咱活出来迄款性命，因为无有上帝话诚做咱的迄个确信，抵到咱伫迄中间所活出来迄个性命是真脆弱的。佮咱若确实咱所服侍，只有干有圣神的引带，甚至着有安尼上帝话语，诚做咱的迄个支撑。但是咱若安尼欠缺迄个性命去影响着性命，迄个性命所甲着迄个所得着迄个启示，安尼讲无，咱讲无不相称。咱会抵到咱伫咧服侍的过程内面咱会安尼产生了侪骄傲。即款咱的服侍，因为无一个会通互咱去跟对，去安尼咱讲去安尼去跟随，只是干那伫遐教你安怎做，无法度伫遐来传递迄个生命。安尼咱会发现，迄款安尼服侍就有欠缺。佮咱将即个人物命即几项，若应用伫咱的服侍内面，咱就要诚做一个安尼真实的迄款安尼的迄个服侍。咱伫迄个中间迄个真正的服侍，安尼的服侍，既安尼有迄个圣神的带领，佮有上帝话来诚做咱的印证，佮要用着性命去陪伴着另外一个性命。所以，咱会通发现，迄个服侍需要有圣神的开始，佮迄个服侍需要倚靠着圣神，互咱的迄个服侍无搁再是倚靠着咱的家己的能力，甲着咱的才调，是照着上帝的心意伫遐服侍。咱会发现讲，既然要照着上帝的心意来服侍，咱需要有圣神的引带，佮有迄个圣神的能力，以及咱伫遐运用着圣神所想事的逐样的运势，咱伫迄中间来服侍。所以咱会通照着咱伫咧哥林多前书第2章内面讲着安怎，伊讲迄个讲圣神伊看透万事，
讲圣灵看透万事，所以，互咱会通明白上帝的心意，也会通伫迄中间来显明做遮个稳重的一寡代志，互咱会通伫迄个稳重的中间明白上帝的心意，也会通伫迄中间，因为有圣神的引带圣神帮助咱，互咱会通看见人的心到底所咧想的是甚物，甚至伊也会通帮助咱去了解到迄个未来的代志。互圣神的引带，咱就会通伫咧咱所行所做的顶面，咱会通伫咧迄个对的时间，对的人来讲话，讲出迄个正确的话，做出迄个正确的代志。所以伫咧马可福音第13章内面，伊伫遐讲起就讲，咱就算讲咱互人交伫咧即个法庭的时阵，咱嘛毋免伫遐烦恼讲咱要讲甚物话，因为到迄个时阵，圣神伊会来指示咱，来互咱讲出迄个合意的话，佮互咱会通安尼，亲像主耶稣伫咧面对着逐样的遮个试探的时阵，会通赢过遮个试探，互使带出迄款的权柄，佮安那会通有安尼新约来安尼对着咱。所以新约本身是要来见证咱所传的是真的，但是上重要是爱有圣神的引带，佮伫咧咱的服侍内面，透过咱的迄个晓悟上帝的话，因为上帝启示的话有法度来改变人的迄个观念，迄个观念的改变会带来人的规个生命的改变。所以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咱需要先改变咱的观念。咱伫遐安尼对伫咱所有一切对上帝所领受的话语，如果咱若无真实来晓悟上帝的话语，咱的生命悠然甲停留伫咧知影，但是无真实的迄个改变，迄个因为观念无落实伫咱的生命的内面。伫咱的服侍中间，人若经历着圣神的做工，有圣神的感动，甲着遮新约技术伫迄中间来跟对，安尼的时阵，但是如果若无迄个晓悟上帝的话语所带来迄个改变，咱犹原是无稳固。所以咱伫咧服侍中间，咱需要有圣神的引带，甲着晓悟上帝的话语，就较亲像。伫咧咱即个以弗所书第6章内面去讲起着，讲安那讲用圣神做剑，就是上帝的话。所以咱就会通知影，就透过因为咱伫迄中间，因为有圣神的引带，佮帮助咱晓悟上帝的话，就上帝的话要成做迄个那亲像双面来验，来帮助咱去伫迄中间来证证迄个好的证证。所以，咱伫咧迄个属灵的精神的内面，伊有法度来帮助咱去攻破伫咧咱生命内面做遮个咱讲生命当中的遮个坚固的营垒，互咱会通去安尼面对着遮个对咱的遐个攻击的时阵，咱有上帝的话，成做咱的倚靠，佮咱真清楚主的话是真的，是活的，是有功效的。就咱会用主的话来抵挡所有一切对咱的遮个挑战。因为主耶稣嘛是共款安尼，当撒旦对伊来安尼来试探伊的时阵，主耶稣犹原嘛是用着上帝的话语来应答遮个撒旦对伊的遮个试探。所以咱嘛共款。咱若晓悟上帝的话语，咱伫咧圣神的帮助的内面，咱有法度去记得上帝的话会倒一个所在，伊所讲的话，就咱会通讲出一个合意的话来去抵挡对咱所有一切遮个争战。佮伊遮个上帝的话，佮会通来帮助咱，将咱的心来安尼，咱讲夺倒转来归应咱的主，咱的上帝。人的生命就要伫咧中间来得到改变。当咱有即个
安尼灵悟，甲着迄个性命传承，甲下款安尼服侍的时阵，人就要伫迄中间看见伫咱的性命内面有看见主，搁安那伫迄中间来经历着迄个德性，因为伫咧倒位有耶稣伫遐来做王。就要伫迄个所在来看见上帝的能力，会伫迄中间来伫遐来彰显。伊佫会通帮助咱来安尼讲切断即个撒旦伫咱的性命内面所有一切才会捆绑，带来人的迄个性命的改变。即款安尼迄个灵悟命的，甲着迄个服侍的迄款安尼的服侍，是要互耶稣伫迄中间来做王。因为毋是咱咧做啥物货，是耶稣咧做，所以咱真侪时阵，咱伫遐咧服侍的时阵，咱会伫遐讲我为主做啥物货。其实咱需要谦卑来到伫主的面前，伫遐搁一摆来忏悔认罪，因为毋是咱做啥物货，是主做，主透过圣神伫咱的心内做侪的迄款的感动。也互咱真正会通晓悟上帝的话，咱会伫迄中间来分辨，即个咱所做是毋是真正是对上帝来的？就咱伫迄中间，咱有法度真确定、真肯定，咱所做的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咱就咱所做，要安尼伫迄中间有满满的快乐。搁咱所做，咱会通伫咱做完了后，咱讲咱真正不过是上帝的劳碌，咱要将咱所做的一切，就算讲咱有安尼所做，安尼是真有最的效果，但是咱所做，咱要将一切阳光来归伫主，因为这是主做，毋是咱做。即款安尼服侍会通互咱非常的轻松，佮会通互咱伫咧服侍的过程内面，会通安尼哪服侍，佮哪感觉安讲真兴奋，佮伫咱的服侍内面会通安尼，互咱哪服侍哪有动力。所以我嘛捌伫迄甲着一寡兄弟姊妹伫咧讲起着分享着伊家己的工作的时阵，也是伫咧伊的家庭生活的顶面，我会伫遐来鼓励咱的兄弟。不管咱伫咧咱的工作顶面也好，咱伫咧家庭，咱伫咧亲子生活、亲子的互动顶面，翁仔某的即个互动的顶面，咱所行所做，拢一切拢是要为着荣光主的名。所以，伫咱的工作顶面，伫咱的婚姻顶面，伫咱的亲子的顶面，包括伫咱甲咱的遮厝边的即个顶面，咱伫所行所做顶面。拢互主伫咱的生命内面掌权，所以咱所做，拢是为着主的缘故，要为着荣光主。所以咱会通就咱会发现，咱所做无搁再是咱咧做，乃是主咧做。伫迄中间，咱就要经历，因为有主的掌权，就咱所做会有满满的喜乐。过来就是咱伫咧讲到遮个服侍，一个真要紧的，就是伫咧服侍的目的是要啥物货？是要互咱会通来安尼迄落生命的迄款的传承。伫咱伫咧即个服侍的即个过程内面，伫咱的即个灵物命世神即个服侍的中间，个人咱会有迄个上帝能力伫咱的即个服侍内面来彰显。伫咧外在即个能力的即个迄款的迄个，咱讲迄种表现出来，毋是咱所要追求的。如果咱若是追求伫咱的即个能力，也是感觉，甚至一寡即个咱所服侍迄个现象的顶面，安尼咱犹原咱所服侍，犹原敢只有停留伫咧迄个灵的即个坎站，安尼那点。迄个服侍的目的是要为着要传承，是要互迄个互咱服侍的人，甲着咱共款，会通互伊犹原嘛会通去服侍别人。这是耶稣互咱上大的迄个使命。伊讲耶稣互咱的使命是啥物货？伊讲是要互万民做主的学生。
会通效法耶稣的迄款的模范。所以咱安尼要得到迄个耶稣性命迄个价值，是在伫咧会通去咱讲繁殖、去生团迄个耶稣的性命。这也就是咱伫咧咱伫今仔日咱所讲到即个服侍即个道路顶面，即个第4个坎站的部分，迄个真要紧的。咱伫咧服侍过程内面，毋是干那咱服侍，咱是要陪伴甚至来帮助着咱所陪伴、咱所服侍的人，可以也共款，甲咱共款，有法度来服侍主咱的上帝。所以，迄个服侍顶面是要，毋是干那只有干那安尼要互人来军队来做安尼那尔，是干那是要亲像保罗伊所讲的，讲要哪，讲要互人安尼效法，伊嘛亲像伊安尼学基督同款。讲安那，讲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咱就会通看见保罗伊伫咧迄个伊伫咧即个所在，伊讲啊真清楚，迄个咱所效法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当咱保罗讲，你着爱学亲像我同款，亲像我学基督。所以，咱伫咧咱的生命内面，犹原咱伫咧服侍中间，咱毋是干那只有干那咱知影、咱了解，甚至咱嘛伫迄个中间，安尼已经参与伫服侍，咱嘛要来陪伴咱所陪伴的人，互伊犹原甲咱同款，会通成做一个服侍者。毋是讲咱伫咧服侍，咱伫咧陪伴过程，结果抵到即个所陪伴，伊犹原共款是一个软脚虾。咱是咱要陪伴伊，互伊会通成做一个大能的勇士。所以咱伫咧迄个中间，咱要亲像保罗共款，伫遐来效法保罗，亲像伊安尼学迄个学基督共款。咱嘛伫迄个中间陪伴咱所陪伴的即个咱讲属灵的儿女，互因所活出来性命，嘛会通甲咱共款，亲像咱学保罗保罗学基督同款，所以既然迄个服侍的迄个目的是伫咧迄个传承，安尼迄个服侍的目标就毋是只有干那甲一件代志做好安尼那定，乃是伫咧迄个中间一个真要紧的，也是咱过去咱一直伫遐讲起的，就是咱伫咧迄个服侍的迄个过程内面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建立关系。要互人甲上帝有一个合宜的关系，佮人甲人的迄个关系会通伫迄个中间，咱家己有甲家己有一个真好的关系，佮咱甲别人嘛会通有一个真好的关系。迄个关系对，佮过来，伊才有法度来军队。佮迄个关系的次数若对，安尼所做要来互咱的主来得到应得的迄个阳光。所以，咱会通伫迄个中间看见，规个服侍的一个真要紧的目的，就是咱伫迄个中间，因为迄个要建立关系，互人会通甲上帝有一个真好的关系。咱伫迄个中间，因为咱建立关系了，咱会通帮助咱所服侍的人，互伊会通甲上帝有好的关系。咱伫迄个中间会通帮助伊开始甲家己有一个真好的关系，因为伊看见咱的迄款的性命，咱就伫迄个中间来帮助伊。伊伫迄个中间伫遐来安尼咧帮助人的时阵，咱伫咧边仔来陪伴伊，互伊去会通伫遐来选择迄个正确的选择。所以耶稣伫咧服侍门徒的时阵嘛安尼讲，伊讲安怎？主耶稣伊讲我做主做老师，着甲恁洗骹，恁嘛着互相洗骹。所以咱会通看见即个真要紧的，就是伫咧即个洗骹的服侍顶面，咱会通看见一件代志，就是迄个洗骹的服侍是要一个真要紧的，就是要互迄个学生安尼伫迄中间来得到清气。所以是要为着要互门徒伫遐来得到清气。会通建立甲上帝的关系，搁安那要为着要互因会通伫迄中间来伫遐来彼此洗骹，来建立甲人之间的迄个关系。所以主要说伊煞接伊讲安那讲伫咧
约翰福音第13章15节讲啦，讲我留模范，我留模样，我留模样互恁，是要互恁通照我对恁所做的去做。所以咱会通知影，就是一个做事是迄个咱咧做代志顶面是要建立关系的一个工具，毋是目的，伊是工具安尼若定。迄个关系建立，才是咱迄个服侍的迄个目标。咱伫迄中间，咱透过服侍，咱会通建立一个真美好的关系。咱甲上帝有好的关系，咱甲家己有好的关系，咱甲别人嘛有好的关系。迄个传承必须爱，是一个咱讲有迄种咱讲维护的心呐。咱要成做一个传承者，咱要传承即个主所教示互咱，伊成做咱的模范。第一个，咱需要是爱有迄个维护母的迄款安尼的心。搁过来咧，咱需要有迄款安尼有一粒迄个愿意去成全别人的心。咱知影，咱伫咧咱中间有侪才会做父母的。咱伫咧培养咱的儿女的时阵，咱伫咱的生命内面，你会注意到，咱伫咧为着咱的儿女的时阵，咱会选择牺牲。为着儿女的关系，我甘愿牺牲；为着儿女的关系，我甘愿放弃我的一寡我家己所爱。咱伫咧咧陪伴咱的这个信仰的、这个属灵的儿女的时阵，咱嘛是共款。咱需要安尼有一粒迄个愿意为着耶稣、为着别人，无为着家己，咱伫遐尽力伫遐来协助，咱所陪伴的人，来亲像来伫遐来协助囡仔共款。期待安怎？期待伊比咱较成功，敢毋是？期待伊青出于蓝，更胜于蓝，敢毋是？所以咱伫咧咱，不管是伫咧教会也好，包括伫咧你的工作的顶面，咱若是用着咱伫咧工作顶面，咱来看，有当时咱会感觉讲我若帮助我的即个下属，互伊成功，有可能伊一工就爬起来我头壳顶，迄是咱对咱家己的无肯定。如果你若有法度帮助到你的下属，互伊成功，你的面顶的遮个迄落，讲你的上司、你的顶司，伊敢袂看见你的成果？你干那伫遐烦恼讲我的位置有可能去互抢去，迄是第一个是示弱，搁怪你家己对你家己无肯定。但是今仔日咱若是有迄款安尼迄种自信，讲我帮助我的下面的遮个我的员工我的遮个下属，互伊安尼会通伫咧所做的代志顶面成功，敢毋是就是我的成功？这就是今仔日咱嘛会通来自我反省。今仔日侪伫咧教会内面嘛会通看见的。就算讲今仔日有诶伫咧有诶教会顶面有诶牧师，我嘛要真安尼真诚实来讲，今仔日伫咧教会界内面有诶牧师会真烦恼伊诶，若确实伊是做联合诶迄种咱讲迄种安尼联合诶服饰。有主任牧师，阁有遮个副牧，有诶主任牧师会惊讲伊诶位置去互抢去，伊无法度阁做主任牧师。我过去伫咧做新学生诶时阵，我就捌看过迄一间教会，毋是干一间开业间，牧师我做新学生我诶同学也是伫咧新学院内面有听见诶。安尼新学生去到伫教会咧实习咧服侍，牧师伫遐奉新学生奉这奉迄，因为这新学生做了真好，惊讲即个学生迄个咱讲迄个风头抢过他。今仔日咱伫咧教会内面，咱的服侍。如果咱若是行东行西，伫遐行讲咱所陪伴、咱所栽培，遮个同工，伊有一天走起来我头壳顶，
如果咱也是安尼想的时阵，咱所服侍真正是为着耶稣，为着别人，无为着家己吗？也是咱的服侍拢是干那为着家己？所以咱伫咧咱的服侍顶面，咱真正咱需要安尼安静来到伫主的面前。就算讲别人伫咧咱的头壳顶，又如何？我伫咧做传道书的时阵，我捌一摆伫咧我当阵伫咧迄个新德中会，我做传道书的时阵，我捌，迄嘛是一种对牧师的挑战。迄当阵就我就伫遐去讲起着讲，今仔日确实如果若是迄种安尼联合的侍奉。如果若讲即个主任牧师，伊会通伫迄中间真放宽心，来互伊的副牧伫遐安尼尽力去做，甚至安尼做了非常成功，人人学乐。这敢毋是主任牧师的成功？但是如果咱若只有甲通知讲伊有可能即个安尼怎爬起来，伊真做主任牧师。伊真做主任牧师，敢无真好？这是对教会规个整个的成长，敢毋是？即个主任牧师伊来做副牧，互迄个副牧起来做主任牧师，为着是要互上帝角度来得到安尼迄个咱讲长进成长，这敢无真好？但是如果咱的服侍只有敢若想着咱的名利、咱的地位，安尼迄款的服侍。真正是主爱咱做的嘛？所以咱伫咧面对着咱家己的服侍的时阵，到底咱安怎来做这个传承的这个工作？咱伫迄中间，如果咱也想象讲，你今仔日你所陪伴的是你家己的囡仔，你敢无期待伊成功？你敢无期待伊伫咧迄个陪伴的过程内面，伊比你较熬，比你较好？如果咱若是安尼迄款的心的时阵，咱就会知影讲，今仔日咱搁过来，咱所要陪伴的人，伊今仔日伊伫咧教会若有做好的奉事，咱就爱感谢主、俄罗斯，敢毋是？咱伫咧中间，迄才是正讲的、真正的看无家己。咱伫咧中间，要亲像主耶稣服侍，到最后，伊甚至为着学生伫迄中间来安尼看无家己，伊来伫迄中间来写记，来为着伊所爱遮的门徒，伊伫遐服侍人，为着因的缘故，伫迄中间来安尼放下因的性命。这才是正讲叫做讲，我死为了要让你活，因为主要说伊的死，要互咱遮所有军队伊的人来伫遐来得到永远活，敢毋是？就甲亲像伫咧约翰福音第12章24节讲的，一粒麦仔若无落地死，伊犹原是一粒；若死就结真侪麦仔。要结出侪侪遮的麦仔粒，条件就是爱互迄粒即个麦仔，伊需要大生成落土。伫咱的生命内面，咱嘛共款，咱需要伫咱的生命内面，咱的信仰的生命内面，咱需要落土啊，我们需要落地啊，咱需要伫遐透过咱的落土，咱伫遐看无家己伫土里死去了，伊才有法度伫遐来结出侪侪遮的迄个麦仔粒。这就是看无家己，迄个有迄种维护的心。迄款咱的服侍诶，迄种愿意来写记，迄种毫无保留，迄款愿意来去成全人就会带来迄个真正迄个生命的传承。恳求主圣神帮助咱，互咱真正会通伫咱的服侍中，包括伫咱的工作中，咱会通搁一摆好来深想，咱到底咱所做是干那为着咱家己，是咱真正愿意为着主的名的缘故，咱安尼所做所行所有一切，咱的所看所想，咱拢是为着耶稣，为着别人，无为着家己。
我相信上帝会让予你一个真大的份，是超过你的所想。所以咱要倒来讲到这个传承，传承内面有3个真重要的过程。这3个过程就是带培放，就是父母伫遐培养这囡仔成长的一个过程，也是属灵的父母伫遐来培养这属灵儿女的一个真要紧的过程。父母甲着这个儿女的关系是对带来做开始的。咱的囡仔开始出世了，咱开始养饲，互伊开始有法度到安尼渐渐长大，伊对爸，伊有法度变心对爸开始，伊脚开始有法度勇壮，伊开始起来行的时阵，咱是毋是伫咧边仔带伊行？咱嘛共款啊，咱需要伫迄中间来安尼带着咱的这属灵的儿女，来带领因来开始。咱既然咱真做迄个属灵的父母，咱就爱为着咱的儿女，咱的属灵的儿女伫遐来安尼设立榜样，以身作则，做给他看。咱伫迄个中间，咱安尼做互儿女看。当开始的时阵，咱的这属灵的儿女，伊可能无法度做啥物货，所以当开始的时阵是这父母做决定，就较亲像咱咧培养咱的囡仔的时阵，一开始咱嘛是为着囡仔做决定。儿女伫迄个中间，伊来跟对，伊伫迄个中间，伊无法度讲啥物货，伊只有干那顺从。要达到传承，即个儿女。伊必须爱学习做决定，所以伊伫咧迄个做决定的过程内面，伊有可能做毋对的决定，但是伊确实伫咧迄个做毋对的决定内面来得到成长。我会记得我的查某囝伊安尼伫咧迄个咱讲青春期的时阵伊真有伊家己的想法。当初时不管是我也好，伊的妈妈也好，伫咧伊迄个过程内面，伊有侪选择，阮感觉讲足无好势。伊只有跟他讲，那是你们啊，可是我又不一样。每一个儿女，因上帝所让予因的，有当时超过咱的想象。检查伊所选择的是无好的，只要无影响伊的性命，咱会无爱互伊试看卖啊。咱尤其是华人的父母，咱拢期待咱的儿女真正会通照着咱所安尼，你就照着我所讲，我所做的，我所讲的，你就这样子照做就对了。所以咱的华人。真侪时阵，咱无法度做正确的选择，因为咱的父母替咱选了去啊。咱伫迄中间，咱无法度有做一个真正确的迄个判断。但是，一个好的父母应该爱帮助咱的儿女伫迄中间，伫遐来安尼，咱以身作则，互伊看了，搁过来开始爱互伊去学习去做判断，去做决定。伫迄中间，伊甚至伊伫遐，伊选择错误，伊伫迄中间安尼，甚至咱讲伊投资错误，伊可能还有一些的亏损，但是伫迄中间，若无影响伊的性命，亏损又如何？迄敢毋是一个社会大学的成本？伫迄中间来，互伊伫迄中间对错误内面，伫遐来学习。咱做父母的是伫咧迄个边啊，来给予提醒，所以咱伫迄中间来帮助伊互伊开始做决定，帮助伊陪伴伊伫迄中间，伊伫遐来鼓励伊。就算讲伊选择错误，错误是虾米人爱负责？是做父母负责，毋是儿女负责，因为你是陪伴者。咱伫迄中间，咱陪伴伊，来，互伊开始尝试去做选择。
伊伫迄中间，伊从错中学。人的成长，干那只有伫咧错中才有法度学习到。你伫咧拢总伫咧顺的所在，你学袂着。你干只有伫咧错误啊，踏一步毋对，我以后我就知影讲我袂安尼个踏。但是你永远你拢毋捌踏过错误，你要安怎去伫咧中间来学习？只有伫咧中间，互父母伫遐，咱做一个父母，咱就是，就算讲你决定错误。咱幼园伫遐来陪伴伊，就较今仔日咱有不管是伫咧咱的电视剧内面也好，侪时阵咱会偷看见，有当时因为儿女的迄个选择错误，父母伫遐来甲落骂，伫遐来责备，直到即个囡仔伊就甚至来离开。我想咱应该拢捌听过即款安尼的故事。当安尼的时阵，到底对即个囡仔是好还是无好？如果咱若伫迄中间，因为伊的选择错误，咱幼园伫迄中间来伫遐陪伴，咱为着伊所选择错误，咱伫遐来负责，因伫迄中间来安尼得到学习，咱的即个囡仔，伊就要伫迄中间来得到成全。共款，咱的属灵的儿女嘛是共款，咱伫迄中间来陪伴伊，伫遐开始的时阵，咱为伊来做选择，各怪开始来互伊。尝试着去做决定，搁怪伊伫迄中间，伊可能伊有一寡错误的选择，但是咱伫迄中间来陪伴。这个所在嘛是一个真无容易的所在，因为有当时咱会讲啊，这个都明明毋对的，但是这确实一个过程。咱伫咧迄中间，安尼才有法度，互咱的属灵的儿女，伊伫迄中间，伊嘛伫遐来得到成长。咱家己的肉体儿女嘛是共款，佮怪咱即个陪伴的即个过程的内面，伊的一个真要紧的目标就是放。要当咱的儿女伊成长到伊有法度去陪伴另外一个人，去伫遐来共款来做代陪放的时阵，伊伫遐来陪伴。伊伫遐来带领，伫遐来陪伴，伊伫遐来学习要来放手的时阵，咱伫迄个中间来看见咱的即个属灵的儿女，伊伫遐会成长，咱就爱伫迄中间来放手，互伊会通真实成做别人的属灵的父母。咱毋好伫咧迄中间，咱犹原个手个抓条条。今仔日咱教会若要得到复兴、得到成长，咱需要学习放手。互做遮个嘛是真做别人的属灵的父母的，互伊伫迄中间会通安尼真自由伫迄中间。你无法度放手，是因为你无共陪伴好势啊！我若讲倒转来，你无共带好势，啊无你乃毋放手。如果你若家陪伴好势，你家因带好势，陪伴好势，佮伊有法度安尼真伫咧伊的选择的过程，拢会通有一个正确的选择的时阵，是安怎？你毋放手，只有会通完全放手，互伊会通真正成做别人的父母。安尼，这是咱规个即个服侍的过程内面一个真要紧的目标，就是要互安尼一代不断伫遐来循环，来陪伴，来安尼培养，互侪人会通成做别人的属灵的迄个帮赞。所以，咱恳求主圣神帮助咱，互咱伫各怪咱所领受的，各怪咱会通真正伫咱所活出来的日子内面，各怪咱会通毋但会通陪伴另外一个人，互伊伫迄中间来成长，佫会通互伊会通成做别人迄个属灵的父母，互伊安尼继续来安尼一代续接佫一代，这才是规个咱看咱。对主耶稣伊安尼只有干那12个学生，安尼一直探到即个现今，安尼有侪遮个军队的人，因嘛是共款一代续接一代，安尼不断伫迄中间来互因成做主的学生。所以恳求主圣神帮助咱会通搁一摆好好来亲像，咱会通来想讲，安尼服侍的即个5个阶段内面。灵、物、命、事、神，其中即个4个阶段，伊所代表的是啥物货？咱头拄仔所分享到的，
咱会通搁好好来回想一下，咱是毋是真正互耶稣伫咱的生命内面做王？毋是咱会通做啥物，咱是主耶稣会通做啥物货？搁咱的服侍是要互咱会通来轻松的，是要有动力的。搁一个服侍的目的到底是啥物货？咱伫咧咱的生活内面，咱有达到着即个目标。咱伫咧咱的服侍内面，是要得到耶稣生命的价值，互做即个咱的安尼，咱服侍的人，咱所服侍的人，互因会通真正去经历着上帝的疼甲伊的大能，佫会通得到耶稣的迄个生命迄款咱的价值。安尼，咱要怎样做？咱才有达到迄个目标。上落尾，咱头拄有分享到传承的三个重要的过程是啥物货？咱才有真完整来陪伴过咱的属灵的儿女的迄款咱的经验。如果若无，安尼咱会通透过咱今仔日所领受，咱会通好好来操练看卖啊。如果咱若过去有，但是无完全，安尼咱会通做修正。期待咱教会会通成做一个合伫主的心意的教会，会通成做互侪人的生命得到改变的教会。咱同心来祈祷。稳定的主，阮搁一摆满心感谢你。透过阮今仔日对主你所领受的话语，主你搁一摆帮助阮，互阮真正会通效法主耶稣你的款式，会通安尼学保罗，亲像保罗学习主你共款。阮伫咧中间要来帮助侪人的生命，会通安尼伫咧阮的陪伴的过程。来帮助因，也会通成做别人的即个陪伴者，成做别人的属灵的父母，互阮所传承的，真正会通安尼一代所搁续接搁一代。恳求主圣神帮助阮，互阮有安尼为父母的心，搁会通安尼看到阮所陪伴的人，互因会通比阮搁较贤、搁较好，互你的国度伫即个地面上会通得到广阔。互主你的教会会通亲像主你的国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搁一摆献上安尼恳求祈祷，拢上过做出基督圣名，阿免。请咱同心一起来回应上帝的话，献诗第177首，献诗第177首，这是重新出发的日子。请咱起立来迎在1到第4章。这是定心出发的日子，是咱回想前的事，相信遐通会带来的事，安全滚春才通过去。靠主耶稣救赎的功劳，诚心宽能达世间路，通过你我，互世界变好，信心望定心起走，靠主诚心坚固咱心志，勇敢行出久的过去，失望过我忧伤拢脱离，对找新路发现意义。愿我的主最前带咱去，分享见证听通作为，这是定心出发的日子，主爱上帝换心万年。请咱犹原徛地，同心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壁刀林内受苦，变世界死埋葬轮毂，第三日伫伤中过活，上天
打一个原谅的地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公共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今日是时奉献主礼，请有准备的人来奉献。来，现在是。一是万高思想的，两行白白顺的，虽然不大结夫妻，愿你感纳万所幸。耶和华你是天地主宰，各有阳光、威严、能力、甲德性。天下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予人智慧、气力、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我的上帝啊，但愿感谢你，学了你极大的阳光。我是甚物，竟然会安尼奉献？因为阮对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摒脚的。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望长长伫地。耶和华，阮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阮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予你。请坐。这是咱当时来奉献。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若有第一摆来毋知影奉献意的人，也毋免奉献。请尤佩瑜执事跟林恩清执事来示下。
的上帝，感谢你赏赐丰盛的稳定伫阮中间，时刻引带保守阮头前的路。阮也要时刻回应上帝的听，伫上帝的时间顶面做忠心的奴仆。即马阮要将你所需的献出淡薄，做教会事工的路用，求主感纳。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是咱读本周的经句，咱用现代汉语本来读。请。就亲像恁主来，毋是要互人服侍，反倒是要甲人服侍，甚至牺牲家己的性命来赎回真侪人。马可福音10章26节。咱搁读一摆。就亲像恁主来，毋是要互人服侍，反倒是要甲人服侍。甚至牺牲家己的性命来赎回真侪人。马太福音第20章28节。其实来迎新报告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朋友吗？好，没有，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周报的部分。在我们周报的第6页，报告事项第1点，今天为11奉献主日。第2点。13号到15号，本会主日学将前往立泽日人检活动中心参加七星中会主办的暑假的儿童补足营期。第3点，15号下午2点到5点，乌日教会与青少年团契，会进行我们联谊的活动。那第4点，16号到28号，我们本会的青少年团契将前往兰屿举行退休会，请为他们代祷。第5点，下主日的早上10点，那在宜兰市中山国小的小巨蛋，那由宜兰教会发起的宜兰教会联合奋兴培灵会，那我们当天的主日却全部都移到小巨蛋那边，那请大家注意。那当天的主日学小朋友，那在同样的地点的视听教室有儿童热主日欢聚，那所以当天所有的像主日学跟茶基班的都暂停1次，那并且当日有服侍的同工，请9点半前往会场集合。第6点，2024携手爱无限活动已经开跑，那请大家持续为这个活动来线上祷告跟奉献。第7点，那因为近日的网络诈骗非常的多，那请各位弟兄姐妹注意自己的 LINE 跟 FB， 如果有不明的人士在跟你传一些奇怪的讯息的话，请提高警觉性。那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跟教会这边联系。肢体消息部分，第1点，那9月7号的礼拜6下午2点到5点，在罗东长老教会有举办那个信徒的造就会，那欢迎大家参加。第2点，9月25号到27号，于中南部那边七星中会妇女事工举办灵修关怀之旅，那请大家自行参加。然后第3点、第4点、第5点的各项活动，也请大家自行过目，以为他们代祷。那下礼拜的服事名单及我们的聚会概况的会计报告，请大家自行过目。那如果有出入的地方，请向我们的干事这边反映。还有要补充的吗？你看这边特别提醒，咱后礼拜咱是去到这个中山国小的这个小巨蛋遮来这个参加培灵会，咱教会这边遮拢总拢暂停吼。所有拢总过，包括注意的学生嘛拢过去，所以会记哩。时间是10点吼，所以咱爱聊好势，请咱的中集9点半进前到伫即个小巨蛋遮来安尼参与吼。尤其因为即届所有的安排拢是宜兰教会，所以咱无真确定讲咱需要做啥物款的斗协助。所以咱的中心会使去遐斗协助，
尤其是协助咱的兄弟会通坐好做伙吼。因为即届有特别特别讲的就是咱各教会吼，拢家己坐做伙啦，吼。然后宜兰教会坐做伙，南洋教会坐做伙，其他的教会坐做伙，所以伊即个佫牵涉着因为各教会收家己的奉献安尼啦，所以咱若是坐去别位去就较无方便，所以咱安尼请咱所有众兄弟咱的迄落照着咱的种植即个引带，咱安尼去坐好就安尼。定位安尼，好，以上。好，我们在祝福公祷之前，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周报的代祷事项。我们首先为我们的李富雄弟兄的身体健康，希望他能够稳定的做完礼拜，花时间与神建立关系。第二点李正传弟兄，希望他的身体能够早日康复。那第三点，朱邦豪弟兄。希望圣灵时刻保守他的身体，靠主活出得胜生命。第四个，陈长明弟兄，希望他能够逐渐的靠主得到喜乐，让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再来是马野少雅各弟兄，希望他的工作能够稳定，并且学习承担责任。那我们这时候为我们这刚刚报告的以上5位来一起来同声来一起来祷告，请。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我们在此时此刻，把我们的所有一切所挂虑的事情，交托仰望在你手里。主啊，我们有许多的困境，有许多的困难，都有在挑战。主啊，我们此时此刻更需要主你的灵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能够安定我们的心，来迎接每一天的挑战。主啊，我们也要为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在许多的动荡里，有许多的纷争，有许多的困难。但主啊，请你让我们，你的大能和你的圣灵能够降临在这个世界上，让每一个人看到彼此的需要，让我们能够彼此关怀、彼此照顾，让我们这个社会能得到合一的心。主啊，我们也要把我们教会的建堂的事情献上祷告。主啊，我们教会有许多的事工，等待复兴，等待改变。主啊，请你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摆在主你的殿前，让我们的事工，我们所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有主你带来的美意，让我们能够彼此合一，彼此同工，为主做工。主啊，我们也要为教会许多的长辈，以及刚才所提到的李富雄弟兄、李正传、朱邦豪、陈长明、马少雅各，以及许多的人。主啊，他们每个人都有他的困难，所遇到的困境。主啊，请你保守这一些人，能够让他们的身心灵获得保助，让他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得到帮助和安慰。主啊，我们也把我们的信实的信心专心仰靠在你的面前，使我们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这边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请咱做伙以民颂言387首，言耿贵献俾上帝。因此，煞请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演全首。言耿贵献俾上帝，言耿献家献心三一兄弟，在地的在地的，兄那呀言我
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各愿你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是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然后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阿门。阿门。请坐，咱用祝福的诗歌，咱比出来祝福。愿上帝个今日照伫咱，愿上帝个今日照伫咱，愿伊照光咱的路障，当咱是错带咱倒转，愿上帝个今日照伫咱。上帝听，今日点伫咱；愿上帝听，今日点伫咱；愿咱所受一切温暖，显明伫咱所做所做，愿上帝听，今日点伫咱。上帝平安，今日赐予咱；愿上帝平安，今日赐予咱；愿因错过无咱，当咱出发为出发光；愿上帝平安赐予咱；愿上帝。点伫咱，愿上帝